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37章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噗噗请，心中强要跳出来。着水听上帝的声，听伊的喙说出亲像雷得弹的声。伊的四若对天即边射到迄边，四若会光照伫天边海角。煞接有隆隆吼的声，伊威严的声亲像雷得弹，四若一直是无停。上帝发出大搁奇异的声，伊做大事，咱袂当了解。伊命令雪落伫地上，嘛叫大雨摒落大地。伊叫人拢停止工作，互人通知伊的作为。百兽拢入穴，秘伫因的洞内。大风对南边透来，冰冷的气对北方吹来。上帝分开，水就坚冻，江河的水拢结冰。伊互密云浸满湿气，对云射出四若。伊照家己的计划，互云转息，互因伫地上完成伊指定的工作。伊互这代志发生，拢是为着要激发，也是显示慈爱。约伯啊，注意听，安静来想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上帝安怎命令这个云？安怎互四若对云射出来？你兼知？云安怎伫空中积做堆叠飞？迄位全知者奇妙的作为，你兼知？南风安怎互大地恬静？甲你穿的衫翕烧，你兼知？你兼会当甲上帝做伙铺穹苍，互伊亲像做出来的铜镜遐定？阮真含慢，袂晓申诉，你着教阮应该对伊讲甚物？敢有人敢对伊讲要甲伊讲话？无人遐戆家己要讨死。当人看袂到穹苍灿烂的光，风一个吹过，天就青彩。灿烂的光对北方出来，上帝威严通行位。全能者，咱找袂到，伊有大能力，阁有公平，充满公义，袂压制人。所以人敬畏伊，伊袂看重遐个家己想做有智慧的人。